兩位王者嘅高音，你分得出差別嗎？中國對上周深。先睇中國嘅高音，佢嘅高音爆發力強，聲音厚實，衝擊感非常明顯，聽落好有力量。再睇周深嘅高音，佢嘅高音輕盈，聲音透明，情感細膩，聽落好流動。中國嘅高音力量感更突出，周深嘅高音更加輕巧柔和，兩種風格方向完全不同。其實呢兩種高音屬於完全唔同類型。中國拳型高音力量集中，爆發力強，衝擊感明顯。打個譬如，就好似降龍十八掌最剛猛嘅。而家到周深，風型高音，聲音輕盈，流動自然，情感細膩。再打個譬如，就好似張三豐嘅太極拳最柔嘅。而家到深入分析，拳型高音中國嘅，佢嘅高音爆發速度快，聲音厚實，高音一出氣勢非常強。而家到風型高音周深，佢嘅高音轉換順滑，聲音透明，聽落非常自然，亦都好有層次。拳型中國高音攻擊力強，爆發瞬間感明顯，舞台感染力高。風型周深，聲音控制細膩，轉換靈活，技巧變化較多。兩種風格各有優勢，中國偏向力量爆發型，周深偏向技巧流動型。兩位走向不同，但係同樣震撼。你更鍾意邊一種？拳型中國，風型周深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下一條片我會做深入分析中國嘅所有能力。